河童文化藝術基金會長期推動專齡化的服務，自2022年，甲着文化局桂林文化中心來合作，開辦樂齡藝術的課程。今年已經邁入第3檔。上午佇桂林文化中心來舉辦新歌展，唔僅展出學員的作品，另外還閣邀請桂林7家社區，甲着2家思潮社區共同來參與。展現長者的創作熱情，甲着活力。文化局跟河東文化藝術基金會一直有長期的一個藝術的一個工作的合作。那我們從幼兒的一個畫畫到青少年的街舞，一直到我們這一次在歸仁文化中心的樂齡創作的部分。那這個計劃已經執行到第3年。那我們都知道歸仁文化中心是我們新豐區很重要的一個文化場域。那透過這個樂齡課程，可以提供長輩一個藝術學習的機會。那除了我們有這次的成果之外，我們也希望說，透過這樣的一個概念，這樣的一個基地的成果，能夠往外擴散到整個大新豐地區，那能夠讓我們在一個文化場館的能量能夠更擴散。那我想藝術的種子永遠都是必須是長期的工作，那一年一年的累積，我們相信能夠帶給我們大新豐地區在藝術的一個推動上面有更好的一個成效。市府文化局除了感謝河童文化藝術基金會長期的支持，以及中原大學美術系主任，甲着教授精心的課程安排，讓成果一檔比一檔豐富，唔僅豐富長者的創齡生活，嘛成功來走入社區。這次的成果展覽呢，有百納貝的展覽，歡迎大家一起到歸仁文化中心來看看他們充滿活力的，還有一些不同文化的構想，不同藝術的一些潛能激發出來，非常的美麗。那另外一幅呢是比較特別的大型的萬家燈火的一個作品，也非常的美麗。然後把每個人不同的氣質呢、文化的構想或者藝術的構想呢，都特別的激發出來。那除此以外，還有小型的一些雕塑。那我非常感謝。那雖然現在呢，只是在台南社區作為創齡的活動，但是我相信未來呢，我們可以結合全省的、全國的樂齡創齡的活動。這屆新歌展將學員甲着社區的作品同齊來展示。作品兼具多元甲着創意，類型包含有平面、複合媒材、立體甲着共創裝置創作等，總共大約有300多件的作品。展期對今日起到12月21日，佇個桂林文化中心第2畫廊來展出，歡迎有興趣的民眾踴躍到場來參觀。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